大 bra 睇性格，肉色夠隨和，黑色最熱情，紫色、黑色、棗紅色、豹紋、斑馬紋，七彩繽紛，花多眼亂，呢個就係 bra 嘅世界啦。傳統上黑白色同 lace 一向都最受歡迎，但係近日統計就發現有成72% 嘅女性竟然會揀一向有婆仔式之稱嘅肉色 bra， 可能係因為有唔少明星都撐場話着肉色或者簡約冇花巧嘅內衣係最性感。歌手 Katy Perry 拍雜誌封面都係肉色 bra 上陣。有專門研究性格同行為嘅心理學家就認為，唔同顏色嘅 bra 就反映咗唔同嘅內心世界。中意純潔白色就即係願意學習新事物，Cutie 粉紅色就係代表女性化、浪漫溫順，唔中意主動。咁熱情如火嘅紅色啦，活力充沛，提出要求唔怕醜，有啲情緒化，中意引人注目，但係呢個亦都係佢哋吸引人之處。咦，如果女友成日着黑色呢，都唔錯噶。雖然奉行個人主義又強勢，但係同時又性感撩人，骨子裏仲熱情洋溢，你話幾咁誘惑呢？至於阿媽成日都着嘅肉色啦，就自然隨和冇隱藏，今年仲大熱添啊！咦，原來我哋啲阿媽一早就已經走咗去潮流尖端噶啦。